本土疫情严重，包括今仔日在内已经来夺走到361条的人命。即摆真侪人想要注疫苗，但是无疫苗通注。想袂到台北市一间叫做好心肝的诊所，煞替志刚甲特权的人士来注 AZ 疫苗。讲好心肝诊所的医护人员，老早伫6月初2的下晡，就互安排到和平病院来注完疫苗了。也毋过诊所煞继续甲台北市卫生局讨要爱疫苗，第一届讨着15罐，搁讨第二届讨着115罐，然后甲这疫苗开放予基金会甲诊所的志工来注。问题是，全台北市还阁5000个医护人员登记要来注疫苗，无疫苗通注。好心肝诊所的这个事件，是予台北市基层诊所的医护人员真不满。阮独家出了这份台北市医护注预防线名册，好心肝诊所77位医护人员，依照规定伫6月初2下晡伫和平病院注完预防线。却伫咧初7的时，佮甲台北市卫生局讲，所内有101位医术人员讨15罐的疫苗。家自己都已经有过了，你们何必再造一次册去和平医院占人家名额呢？那大部分的造册人员已经在院外有施打过，所以他们把诊所领用的15瓶开放给基金会跟诊所的志工施打。先讲名册内面的人大部分拢注过啊，就咧将这疫苗开放予志工172个人注。后来，过去领115罐，或者志工注。不过，依照台北市医术工会表示讲，台北市基层的诊所上少要有5000名医护人员已经登记，不过还未注到预防针。西医的诊所、牙医的诊所，甚至有些药事人员，他们也在反映说，他们很多员工都还没有打到疫苗啊。接着问台北市卫生局，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。卫生局长发言人主任秘书拢无接电话。公安表示讲，这主管拢伫开会，无要对外回应。同时嘛是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的林应然点名讲，伊甲台北市真侪诊所早就申请疫苗合约诊所，到即马1罐的疫苗都拢无分到。好心肝的责任，嘛互台北市基层诊所医护人员真不满。